Hello， 欢迎收看不会写的闽南语汉字，我是小张。大口袋炒韭菜，小小一碗来。这字苦写这个字敢有道理？这字到底安怎写？这集看完你就知。小张维持一贯的风格，直接讲结论。大口袋的苦，就是爱写这个字。唔对啊，这个字敢不是爱读作西身躯的躯？无错，咱来看中国运册安怎记录，确实就是爱读作躯。但是这个区有法度读作苦无？咱今日就要来讨论。一开始，咱对运册的记录开始讨论起。咱即马来注意这字后册，用这字后册做声符的字，会使读作有，嘛会使读作乌。证明有甲乌的中间会使互相转运。无啦，小张，这是无巧不成书啦。无咱来看这个字，用这个字做声符的字，就会使读作乌。这是教育部记录的。除了这两字以外，敢也阁有别字，当然嘛有。咱来看这个字，会使读作虎，嘛会使读作宝，宝头的宝。这个韵母的部分就是对有转运作乌，啊，这个声母的部分安怎解说？咱来看小张这张声母互换的表，报甲好就写伫同一排，会使互相替换，证明小张的理论完全正确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参像这个字会使读作牛，嘛会使读作鹅，阁会使读作鹅。这个韵母的部分就是有转运作乌，啊，这个声母的部分呢，咱来看小张这张表，其实就是录音的声母在互相替换，阁一摆证明小张的理论。像这种的例实在是有够多，讲嘛讲袂完，咱阁来举一个例就好。参像这个字会使读作喜，嘛会使读作虎，阁会使读作苦。韵母的部分就是对有转运作乌。啊，这个声母的部分呢，其实就是可甲好在互相替换，拢伫小张这张表内底，这就叫做真金不怕火炼啦。另外，参像这几字嘛，拢是有甲乌互相转运的字。咱即马来讲结论，大口袋的苦应该就是爱写这个字，身躯的躯，韵母的部分对有转运作乌，甲读作苦。大口袋就是写作安尼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